繼續新聞時間。3個海關關員琴日喺土瓜灣進行緝毒行動期間，被一個男人遭菜刀襲擊。據了解，警方喺凌晨拉咗2個人涉嫌協助襲擊關員嘅男人逃走，而個疑犯仍然在逃。發生襲擊，警隊舉行紀念日儀式，悼念因公殉職嘅警務人員。儀式喺警察總部舉行。其他消息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見中亞5國領導人，商討稀土礦產、能源開發等嘅議題，被視為係要打破中國嘅稀土壟斷，並抗衡中俄兩國喺中亞地區日益擴張嘅影響力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商務部話，中方將會不斷優化許可流程，促進出口管制物項合規貿易。歐盟表示，相信喺短期內冇辦法喺稀土出口問題上左右中國，會就呢個問題加強同中國磋商。喺商務部琴日，全運女子雙人3米板跳水，廣東嘅陳藝文同林珊初賽首名晉級，港隊以21名完成，無緣決賽。初賽16個地區及省。全運公路單車男子個人計時賽，港將伍柏亨以第4名完成。賽事喺珠海香。天氣方面，預測多雲，有1兩陣雨，吹清勁偏東風。初時離岸。休息一陣，轉頭有下一節新聞。